大家好，歡迎收睇匯豐 Premier Elite 財富會談。近年人工智能發展得好快，大型科技企業都加大資本開支，人工智能嘅應用亦都加速生物科技方面嘅研發同商業化。今集匯豐 ETF 智通學院系列裏邊，我哋會帶大家點樣透過主題性嘅 ETF 去捕捉半導體同生物科技嘅機遇，同時點樣管理風險。今日我哋請嚟兩位嘉賓，華夏基金嘅 Chris 同埋南方東英嘅 Kenneth。我哋由 AI 硬件先講起啦。嗱，人工智能咧嘅廣泛應用咧，已經去伸展到去硬件啦同埋應用端啦。咁未來1至2年嚟嘅話咧，硬件嘅需求佢嘅增長點喺邊咧？其實 AI 嚟講咧，我哋仍然都覺得咧，未來係一個好大嘅趨勢嚟嘅。我哋見到喺2026年入邊，係嚟自一啲全球最大型嘅雲端服務公司，係有高達7000億嘅資金咧，係會流入去資本開支入邊嘅。主力亦都會投放咗落去一啲 AI 硬件相關或者基礎建設相關嘅一啲嘅應用方面。而另外一方面啊，就係記憶體啦，唔單單係靠 GPU。HBM 記憶體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供應咧係遠遠唔足夠需求。但係如果當一啲嘅全球最大型嘅一啲嘅雲端公司，佢哋嘅 Capex 係下降嘅話，直接會影響咗一啲嘅 AI 硬件嘅需求。而最後啦，我哋都要睇翻成個嘅 AI 應用端嘅經常性嘅收入有冇下降啦。當佢哋賺錢越嚟越少嘅時候，佢哋投放嘅資源亦都會越嚟越少。我哋見到 AI 嘅需求係越嚟越高嘅時候，個滲透率亦都未完全滲透落去我哋嘅日常生活入邊，所以我哋仍然都覺得 AI 呢個趨勢係可以延續嘅。咁啊，隨住人工智能咧係提升各行各業嘅效率啦，咁人工智能點樣去加速新藥物嘅研發同埋臨床嘅測試咧？呢個改變點樣影響到成個生物科技板塊嘅投資嘅機遇咧？如果係講話研發隻藥啊，其實入邊係最大嘅難度咧，就係去揾一個生物嘅靶點啊。咁如果人工智能嘅普及咧，咁其實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藥廠去揾到一啲以前好難揾到嘅靶點，而且係將啲靶點係變成一個嘅成藥。咁如果睇最近一啲生物科技股嘅趨勢啦，咁其實其中一個好大嘅一個盈利能力改變，就係好多香港上市嘅創新藥公司，就係從之前係虧損嘅，去到今年其實都係一個盈利嘅狀態。咁另一個咧嘅趨勢就係最近幾年啦，利率都係一個上升嘅一個趨勢。咁所以好多藥廠咧去發展一隻藥咧，去為咗減少資本嘅開支咧，其實佢會用好多藥品外包嘅公司。咁所以其實香港上市好多藥品外包公司今年嘅業績咧都係雙位數嘅增長。如果買生物科技股咧，其實入邊有幾個嘅風險係需要留意住嘅。每一個科學家去整一隻藥，當然希望係成功啦。但係每一次喺唔同嘅板塊或者唔同嘅一個嘅實驗嘅數據嘅臨床嘅數據，其實都係一個未可預知嘅一個情況。如果係內地嘅一啲嚟香港上市嘅創新藥公司啦，咁有一啲係喺外國去做業務嘅，有機會就係喺受到唔同國家嘅監管，從而影響住業務上嘅一個持續性。咁呢個都係一個對於生物科技行業公司估值一個好大變化其中一個因素咯。全球嘅半導體嘅頂尖嘅企業咧，都分佈喺美國啦、中國啦、南韓啦、台灣唔同嘅市場裏邊。要全面配置嘅話，其實都唔容易嘅喎。咁點樣可以透過呢啲主題性嘅 ETF 去捕捉呢啲機遇？投資者咧面對住一啲唔同地區、唔同時區嘅一啲嘅板塊嘅話咧，其實佢哋好難去真係可以逐一咁樣去購買。反而我哋 ETF 咧就帶嚟咗一個好靈活嘅一個工具，俾投資者按照每一個主題，例如我哋依家個趨勢，我哋見到半導體嘅趨勢仍然都可以持續嘅時候，我哋就好應該留意翻一啲半導體權重比較高少少，甚或一啲專注於半導體嘅主題 ETF。其實包括咗我哋韓國指數啦，其實本身佢半導體入邊佔嘅佔比咧係超過50%嘅。咁所以有唔少嘅投資者覺得，如果而家呢個市況裏邊去投資翻一啲韓國相關嘅指數，既然估值亦都係偏低嘅時候，會唔會一個值得長線投資嘅工具呢？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可以睇翻啦，無論喺交易便利方面啦，喺收費方面啦，投資者可以用好少額嘅金額就可以投資到一啲主題 ETF。相反，如果你要買個股嘅話，可能成本相對比較高，而且仲牽涉到唔同國家嘅匯率問題。所以主題型 ETF 喺香港市場嚟講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當然啦，唔單止香港市場啦，喺全球嚟講咧，亦都越嚟越受歡迎。投資者就可以靈活地運用 ETF 喺唔同嘅市況、唔同嘅趨勢，作為唔同主題嘅部署。透過主題性嘅 ETF 咧，投資者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
便捷嘅方式，同埋一個比較低成本去參與嚟緊人工智能硬件嘅一個浪潮，同埋可以做到一定程度嘅分散風險添。咁去翻去 Chris 你啦，咁生物科技板塊方面，又點樣去透過一個主題性嘅 ETF，可以同樣捕捉機遇，同埋透過降低成本去分散風險呢？其實係如果睇香港上市嘅個生物科技嘅板塊啊，其實細分都有幾個唔同嘅板塊。咁其中一個就係創新藥啦，咁第二個就係醫療嘅器械，咁第三個就係醫療嘅分銷，咁第四個就係最近亦都係好熱門嘅就係 AI 嘅製藥啦。咁但係呢四個唔同嘅範疇啊，咁其實都有唔同嘅個催化劑。咁所以投資者咧，咁如果係想捕捉成個生物科技行業，咁亦都可以透過 ETF 咧去進行一籃子嘅一個投資啦。咁第一個好處就可以分散唔同公司入邊臨床數據有嘅風險啦。因為其實唔同嘅藥廠去整唔同嘅臨床數據，其實都有好大嘅不確定性。咁而且咧，嗰隻藥就算成功咗之後咧，都未知道係咪好好買嘅。另外咧，就買 ETF 嘅好處咧，就亦都係每個季度咧係會幫投資者去揾最有代表性嘅醫藥行業去購買。所以咧，其實透過 ETF 去投資生物科技行業，就可以做到一個分散投資之餘咧，係可以捕捉到成個行業趨勢嘅一個幾好嘅效果咯。ETF 作為一個工具，提供咗一個更加方便、更分散嘅方法去參與全球產業嘅趨勢，同時減低單一個股嘅風險同研究嘅門檻。我哋今日咧再次多謝 Chris 同 Kenneth 今日嘅分享，亦都提大家投資涉及風險，產品價格可升可跌。投資之前咧，記住了解產品嘅特性，同埋按照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作出投資嘅決定。今集就嚟到呢度啦，下次再見啦！